国内在地消息，咱要来看花莲市的粪扫，本地是拢要送去到台泥和平遐烧，也毋过即马因为苏花公路管制，所以即马粪扫是拢断掉咧，全部拢无地处理。即马已经超过8万吨，环保局是来估计讲，若准备全部拢甲烧好了，上无是需要开6冬的时间，因那民众也开始来积极，即个处理的速度实在伤过慢。 民众若去到花莲市美仑地区，最近拢闻到真歹味。这臭味是为花莲市粪扫坑台场来的，尤其是当北季风吹起来的时阵，上远就连隔岸乡拢闻得到。哎呀，闻到臭味，人的本能就会觉得不舒服。对。要再建一个焚化炉啦，那它现在一个只能烧200吨，哪里够？ 花莲北区粪扫的量每一天差不多有150吨，台泥和平水泥窑一天敢若会当处理200吨。 加上进前挖出来粪扫，目前累计拢总有8万吨。若要拢总处理好了，至少要2年的时间。民众希望政府会当想其他的办法。是不是找其他的，比方讲台东，或者是原本的一个中区掩埋场，那能够来做相关的资源跟因应。那因为垃圾堆在那边，第一个味道的部分，第二个如果万一发生了大火。 另外，受到风台大水雨影响，造成苏花公路放弃了后的交通管制，地区粪扫无法度再去和平。环保局等积极甲公路局来协调，希望每一天都会当互粪扫的专车通过。将近2个多月，累积下2个多，大概有68天左右，再加上一些管制的时间大概10几天，导致我们其实转运的车辆也过不去台泥。垃圾车它通行，如果有需求的话跟我们这边来通知来申请，我们都会同意的。 环保局强调讲，中区粪扫坑台场是花莲目前唯一的坑台场。若要摕来处理8万吨的粪扫，未来有坑台场需求的时阵，恐惊会有更较大的问题。目前要是爱交互台泥水泥窑来烧，也若太空包破去的部分，会搁请厂商来处理。